英格蘭超級聯賽第11週嘅賽事，香港時間11月9號晚上1點30分，新特蘭主場迎戰阿仙奴。阿仙奴呢週中呢喺歐聯賽事面對住斯拉維亞布拉格呢，就以3-0取勝嘅。由阿迪達帶領嘅兵工廠呢，4場分組全部呢零失球嘅，喺穩佔小組首名嘅而家。同時亦都係英超嘅積分榜裏邊呢，佔喺榜首，以6分嘅優勢喺歐洲同半島賽線雙線呢都係強勢嘅。呢場勝仗之後呢，阿仙奴呢就創下球會歷史上首次8連勝兼且呢零失球嘅紀錄。呢個亦都係追平咗呢英格蘭頂級聯賽裏邊呢最長嘅紀錄噶啦。由普雷斯頓1889年1月至9月，同埋呢利物浦1920年1月至1月所保持嘅。如果今個禮拜作客新特蘭再一次呢零失球兼且係贏波的話呢，咁阿仙奴呢就會獨佔英格蘭歷史上最長連勝加零失球呢個紀錄噶啦。咁如果呢放眼呢5大聯賽呢，拜仁慕尼黑呢就喺2011年8月至9月呢，亦都創造咗呢零失球加連勝嘅係10場賽事，而祖雲達斯呢亦都喺2014年創下呢9場零失球兼連勝嘅。至於西甲方面呢，就巴塞啦喺2016年啦，皇馬2014，華倫西亞2003，一樣8連勝兼零失球，同阿仙奴呢並列嘅。咁至於法甲方面呢，阿仙奴已經超越咗噶啦，佢哋呢最高紀錄呢係蒙彼利安啦喺2012年，同埋呢塞當喺1962年所創嘅7場連勝兼零失球嘅。雖然呢佢哋打破咗呢連勝加零失球呢個紀錄啫，但係呢阿仙奴歷史呢都試過呢8場零失球，係數到1903年4月至10月期間呢係7勝1和，和嗰場波係0-0對住李斯特城嘅。如果計落去呢，英超呢頂級聯賽歷史中呢最長零失球嘅紀錄呢，就係利物浦保持嘅，係2005年10月至12月之間有11場連續零失球嘅紀錄嘅。上個週末呢擊敗咗般尼之後啦，阿仙奴呢已經刷新咗阿迪達個人執教以嚟呢最長嘅連勝紀錄。週中呢再擊敗埋布拉格嘅球隊之後呢，球隊已經累積咗呢各項賽事10連勝噶啦。上一次呢阿仙奴錄得呢更長嘅連勝呢，要追溯到去2018年艾馬利執教嘅時候啊，上任初期呢，當時球隊呢8至10月之間連贏11場嘅。如果呢真係要將個目標放遠啲呢，就一定要睇雲加時代啦。最長嘅連勝紀錄呢係13場，係02年3月至8月。阿迪達距離呢個數字呢仲爭3場啫。阿仙奴個門將大衛拉耶史上係最快達成50場零失球嘅阿仙奴門將。週中呢佢面對住布拉格嘅球隊啦，風靈佢係加盟以嚟第50場零失球啦。佢只不過咧係用咗110場上陣嘅時間咧，已經到咗呢個里程碑。佢成為咧阿仙奴史上最快達到50場零失球嘅門將，打破咗咧1903年嘅紀錄啊！當其時咧都要114場嘅。咁至於沙卡咧喺上半場咧12碼破網啊，令佢成為咧阿仙奴史上首位咧歐聯作客4場咧連續有波入嘅球員。呢個紀錄咧要追溯到咧上季歐聯淘汰賽，佢咧曾經對住巴黎聖日耳門啦準決賽嘅次回合，對住皇家馬德里嘅8強次回合，以及咧分組賽對住士砵亭都有入波嘅。咁破紀錄咧仲有一位球員就係咧麥斯道文。如果呢個年輕人咧喺香港咧，阿媽一定鬧佢啦。咁細個夜媽媽仲要去到咁遠踢波，係咪先？佢成為歐聯史上最年輕咧出場嘅球員，下半場換入咧，唔單止係創下阿仙奴嘅紀錄，更改寫咗咧歐聯歷史啊！年輕嘅中場麥斯道文咧喺布拉格登場，成為歐聯史上最年輕上場嘅球員，為阿仙奴咧嘅勝利添一個象徵未來新嘅一頁。其實咧係幾個月前呢，托沙咧就係成為阿仙奴咧左翼嘅排序裏邊咧應該係第4選擇啫。但係幾個月後咧，呢位比利時翼鋒咧好似越嚟越重要咯。一度盛傳咧佢應該要離隊噶啦，但係咧而家變成咧阿迪達體系中咧一個咧都幾關鍵嘅人物。今個夏天咧阿仙奴咧即係轉會市場非常之活躍啦，咁應該估計咧托沙嘅時間都唔多噶啦。馬天尼尼咧雖然狀態下滑嘅上季，但係大家都寄予佢厚望，可以做翻呢2023年嘅嗰種爆炸力出嚟。咁至於咧艾斯同埋馬杜亞基呢兩位咧
5000萬磅身價嘅新援加盟之後呢，兩個人雖然呢唔係專職左翼，但係都能夠呢升入呢個位置，令到呢邊路人選更加充裕，令到托沙未來呢其實就岌岌可危嘅。咁阿仙奴就用咗2.5億磅啊，只係咧收翻900萬磅啫。呢位比利時人呢，所以被傳離開呢，就看似呢都幾合理嘅。嗱，其實托沙呢，除咗踢左翼之外呢，勉勉強強都可以做頂下中鋒，尤其是夏維斯傷咗嘅時候呢，佢就出嚟頂下。嗱，點知呢，美連奴亦都適應可以做到呢個假九之後呢，托沙呢嘅機會進一步減少咗啦。咁再加上呢，即係重金禮聘揾咗約基尼斯翻嚟，咁似乎呢，托沙嘅角色更加被邊緣化。嗱，去到8月22號呢，點知呢，阿仙奴就肯同托沙呢續約喎。嗱，當其時呢，包括我在內，我都覺得都幾突然啊！呢個諗法都咁，其實呢，睇翻啲數據啦，托沙呢一早已經係阿迪達呢一個其中最信任嘅後備名單裏邊嘅。喺23年1月加盟以嚟呢，佢各項賽事已經出場咗137次，係同期最多出場嘅紀錄嘅球員嚟㗎啦。嗱，雖然咧托沙一直嘅表現咧都穩定嘅，但係其實咧佢喺阿仙奴個體系裏邊咧都冇一個咧即係固定嘅主力位置。佢自從加盟以嚟咧，佢只有23場賽事完成全場嘅比賽嘅啫。嗱，不過咁原來咧佢自從加盟以嚟咧，撇除12碼以內嘅入球同埋助攻咧，只有一個球員咧比佢更加多嘅咧，嗰位咧就係耶穌。耶穌咧喺每90分鐘裏邊咧有0.72次嘅參與入球，而托沙咧係有0.67次。嗱，照咁樣睇咧，其實佢個問題咧唔關乎佢自己個人嘅能力，係佢出場嘅時間啫。嗱，直到今年2月啦，球隊傷兵滿營嘅情況之下，佢先至咧首次連續2場打足90分鐘啫。距離加盟嘅時間咧係超過咗2年嘅。佢今年咧新簽約之後咧，托沙已經連續4場咧賽後備席上面嘅啦。馬天尼尼、馬杜亞基同埋艾斯輪流擔任左路嘅主力。佢對住曼聯啦同埋利物浦場波咧都冇上到陣嘅。嗱，直到主場咧領先列斯聯啦同埋諾定咸森林嘅時候咧，先有後備出場嘅機會。嗱，對住森林嗰場波啦，佢後備上陣嘅。即刻咧就助攻馬天同埋蘇比文迪嘅。嗱，雖然表情冷淡，但係呢刻咧成為轉捩點嘅。跟住幾日之後呢，歐聯作客畢爾包，一樣係打到0-0嘅。托沙後備登場嘅時候呢，一傳一射幫球隊2-0取勝。隨後呢，週末呢聯賽對住曼城，佢首次重返正選，並且呢坐穩主力至今。托沙呢而家呢連續6場英超正選嘅。如果今個禮拜6呢作客新特蘭呢保持正選，亦都係追平咗佢阿仙奴生涯裏邊呢第2場連續正選嘅紀錄。佢上次呢最長連續正選呢要追溯到今年1月至3月，連續10場上陣。當時呢夏維斯、馬天尼尼、沙卡、耶穌全部都係傷晒嘅。今次情況唔同啦，即使馬杜亞基啦、耶穌啦、夏維斯受傷，阿仙奴進攻嘅深度咧仍然係充足噶。托沙能保持正選，佢唔再係因為一個咧缺人嘅機會而上場，係憑住佢自己嘅實力咧上場嘅。阿仙奴咧今場嘅對手新特蘭咧，如果咧喺幾個禮拜前咧即係開季嘅時候咧，你會認為佢咧應該係護級嘅球隊嚟嘅，但係點知咧而家成為咧有機會挑戰上前4名嘅。由魯比希帶領嘅球隊咧重返英超之後咧，即刻勢如破竹，10輪賽事之後咧18分排喺第4嘅。如果今次咧擊敗咗榜首嘅阿仙奴之後咧，佢個分差將會收窄到4分嘅啦。咁阿仙奴當然啦，而家就係排喺呢個英超嘅榜首上邊啦，領先住曼城6分嘅。目標咧亦都係望住個英超冠軍嘅啦。講咗咁耐，有樣嘢漏咗啊 ！CLS 麻煩大家未 subscribe 嘅 subscribe， 撳埋隔籬個鐘仔。如果買波嘅朋友可以加入下我哋嘅會員頻道嘅。好啦，講翻場波先。新特蘭咧主場咧其實就氣勢如虹噶啦，佢哋光明球場咧5戰不敗，黑貓今季主場咧即係戰績就非常之搶眼噶啦，5戰不敗3勝2和。上一輪主場咧對住愛華頓踢成1-1，延續咧不敗嘅走勢。自從咧係2010年啊布魯士執教以嚟最長主場咧不敗嘅紀錄啦，當時期咧係9場嘅。即係如果講翻上一場波咧，其實愛華頓咧喺上半場咧就浪費咗好多次機會嘅。如果把握力好啲咧，基本上就終止咗新特蘭嘅連勝噶啦。
嗱，新德蘭個隊長咧，相信阿仙奴嘅球迷就熟口熟面嘅啦，就係沙加。嗱，上一輪咧就為球隊攀平啊！呢位前阿仙奴嘅中場咧，曾經效力過阿仙奴225場噶啦，首次咧以對手身份咧迎戰舊東家，佢希望咧連續2場咧喺英超嘅入球。上一次達成呢個壯舉咧，要數到2023年嘅春季噶啦。嗱，雖然新特蘭咧整體嘅氣勢咧真係非常之強啊，但係對住咧榜首即係前4嘅戰績咧麻麻地嘅啫。喺英超前4嘅球隊咧，以連續23場不勝7和16負。佢上一次咧要擊敗榜首嘅球隊咧，要去到2012年1月啦，當其時係擊敗曼城1-0嘅。嗱，要喺光明球場咧上映呢場奇蹟咧，其實係難度極高嘅。嗱，至於阿仙奴咧近期嘅表現咧，真係想揾嗰啲雞蛋裏挑骨頭都比較難啦。英超5連勝，4場風鈴，各項賽事10連勝。上一次咧連續5場英超風鈴要追溯到1987年，係格拉咸嘅年代啊。阿仙奴嘅防守咧唔單止係大衛拉亞咁簡單嘅，大衛拉亞今季咧只係面對過19次射正啫。後防線嘅核心加比爾帶領球隊咧，締造咗每場只有被射正 1.9 次呢個紀錄。呢一個紀錄咧係英超單季裏邊咧最低嘅值嚟嘅。嗱，老老實實講，其實阿仙奴咧個攻門咧就唔係話去到最上乘嘅啦。不過阿仙奴咧最優勢嘅地方咧就係嗰種咧壓制能力。阿仙奴咧喺比數嘅優勢之下咧，佢如果咧先入波咧係從來未試過失球啊！嗱，今季咧統計佢咧，佢喺和局階段嘅預計入球球差咧係正 5.7 球。如果咧佢領先階段咧，佢嗰個預計入球球差係正 5.17 球。嗱，反映出咧佢主導力咧係非常之強嘅。喺呢2個階段範圍，即係和局啦同埋領先之下咧，佢都係咧不斷製造緊入球機會幫自己。嗱，另外咧，佢今季咧已經8個角球入球噶啦，係創下咧英超首10輪賽事嘅新紀錄。嗱，由2022至2023年個季期啊，阿仙奴咧已經攻入咗51個角球噶啦，同第2位嘅距離咧係拋離咗14球嘅。嗱，佢上一次2-0擊敗般尼嘅入球者，正正就係瑞典中鋒約基尼斯。嗱，今場波咧其實阿仙奴咧都幾多傷兵嘅喎。首先就係約基尼斯啦，肌肉就拉傷咗。馬杜亞基啦、奧迪加特啦、夏維斯啦、馬天尼尼。蘇比文迪咧就喺度評估緊，唔知咧出唔出到嚟。咁另外咧，耶穌咧就開始參與咗呢個復操噶啦。阿仙奴咧近15場喺英超對住新特蘭咧都不敗嘅，10勝5和。新特蘭上次勝出咧要數到2009年11月主場1-0咧，3次擊敗阿仙奴咧都係發生喺主場。全部都係1-0贏波啫。阿仙奴英超作客光明球場16次，從未失多過1球波。嗱，周中咧如果有聽我預測咧，我就話阿仙奴咧嗰場波對住捷克球隊咧就波膽買3-0嘅。嗱，嗰場波咧係我歐聯2日賽事裏邊咧最有信心嘅一場嚟嘅。嗱，今場波就算我話俾你聽，新特蘭會贏，你都唔會夠膽買落去噶啦。咁我自己認為咧都係阿仙奴會勝出嘅。咁至於波膽咧就會係2-0嘅，咁但係咧如果周中嗰場波咧，我信心係100咧，呢場波咧信心咧係70嘅啫。嗱，畢竟咧喺周中咧踢過歐聯咧，啲球隊咧就吃力啲嘅，即係辛苦啲啦。講真句，咁面對住新特蘭咧，咁其實新特蘭真係唔係流噶啦，今季就嗱，如果呢隊新特蘭咧今場波啊，佢縮埋嚟打咧，你吹佢唔脹嘅喎，因為佢係主場啊嘛。加上阿仙奴咧前場嘅主力咧好多都傷咗，射術方面咧唔係好似早幾場咁利啊。新特蘭縮埋嚟打咧係有啲棘嘅，我就唔認為咧新特蘭有機會贏到。要破阿仙奴嘅防線咧，唔係新特蘭呢啲球隊嚟嘅。如果新特蘭破到咧，係真係帶咗即係好大嘅幸運喺度噶啦。不過咧係最驚新特蘭咧縮埋嚟打喺主場度咧。阿仙奴今場波前場比較立啲，摸和咧咁就出事啦。嗱，咁呢場波咧點睇？不妨留言大家傾下，究竟咧新特蘭會唔會縮埋嚟打咧？定係阿仙奴真係唔怕佢條防線壓後，一樣可以踩得到佢咧？咁不妨咧留言傾下。咁今集咧就講到呢度先啦，希望大家中意。臨走前記得 CLS 未 subscribe 嘅記得 subscribe，撳埋隔離個鐘仔。咁祝大家咧今個禮拜一個好嘅週末週日，
同埋希望阿仙奴呢亦都順順利利繼續封零贏埋場波佢。多謝大家收聽，下次再見，拜拜。